帝。主啊，我要伫万民中感谢你，伫列邦中唱歌称赞你，因为你的慈爱哪天遐尼悬，你的信实哪强冲遐尼阔。上帝啊，愿你的伟大搬过天，你的荣光遍照全地。三间的吟诗学了上帝，圣诗179首，圣诗179首。荣光归伫圣父上帝，荣光归圣子上帝，荣光归伫圣神上帝，荣光归三位一体，荣光荣光荣光上帝，荣光主到万万世。圣诗179首，咱起立三间的吟。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记载伫圣诗13页，咱大家来读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人来受苦。定十地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，加坐伫全能的上帝大殿。伊要定也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复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较济。咱来掀开圣诗后面启文24，启文24，也就是诗篇100篇1041页。启文24，咱三个来启用，全地啊，就对上主欢呼，就欢喜来敬拜上主。就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，
就知上主是上帝，伊创造咱，咱属伊。咱是伊的子民，是伊牧养的羊群，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，就用上赞进入伊的殿院，就感谢伊，称赞伊的名。上主至善，伊的慈爱永远存在，伊的信息传到万代。咱同心合后来祈祷。至圣天父，感谢你，伫主日礼拜，阮放下世上一切事务，专心得意安息日，来到主你的面前敬拜你。感谢你保守阮大家平安。气候异常的变化，天气炎热，气温升悬，造成侪侪国家引起大规模的火灾，致到人民的伤亡、财产、家园严重损失。阁有气流、温度极大的差别，造成暴风大雨、冲散田园，破坏厝体一切。这顶顶拢是因为人贪婪破坏大自然所引起发生的事件。求主施大权能，互阮着怎样来敬畏，怎样闪在咱，怎样求冠国。万世主身边的主，慈悲怜悯的主，愿你听阮恳求的声。亲爱主，阮教会伫即时无牧者期间，阮同信的兄弟同工，逐人照主你所赏赐阮的恩赐才能，大家同心协力，为着各种事工来侍奉。阮满心感谢主，佮透过早间祈祷的聚会，伫早靠主你的话语中，明白主你的疼，甲主你的教示。兄弟同心祈祷，为着肢体平安健康，为着教会各种事工的欠缺，求主你引带，求主你眷顾。我们要独独仰望主，靠你的名，阮就要得胜利。感谢主，今仔日你真中的仆人，阮所敬听陈中广牧师，伊一生受主动用，尽心尽力尽意做主你的工。伫即时，犹原为着文理传道事工，关心付出，求主大大赐福伊平安健康。通过牧师所传主你的信息，互讲的、听的拢得到帮助。阮安尼祈祷、感谢、恳求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赞美请献歌队。
感谢之下，有用出词用意发声，带咱来学乐主，愿主欢喜。享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哥林多前书3章5节到9节。哥林多前书3章5节到9节。汉语本180页，和合本231页。哥林多前书3章第5节到第9节。哥林多前书3章5节。阿波罗是啥物？保罗是啥物？是恁所对因来信的采用，照主所赏赐逐人。我在前，阿波罗压水，复读上帝予伊大长。安尼是在前的压水的，拢袂算得少，只有予伊大长的上帝若听。在前的甲压水的是一样。若是逐人照家己的条约要得到家己的工钱，因为阮是上帝当照我的，恁是上帝所做的园，上帝所起的厝。以上愿主的话，诚侪咱帮赞。讲道现在起，咱真欢喜，但牧师伫咱中间，伊要用上帝的园，咱共事来听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是咱总会所定文字的传道主日。公布社爱我来伫咱中间来特别呼吁兄弟姊妹为着文字事工来奉献。所以等一下我会伫这讲到了后来讲这个代志。自从咱相信耶稣基督，成做一个上帝百姓了后，咱的身份就不同款。咱讲吼，咱是上帝百姓，上帝囝儿，上帝选民，还是讲基督徒，甚至人讲新的以色列百姓，甚至是上帝国度的后嗣。但是咱真少听讲吼。咱是上帝的产物。拄则咱所读经文，使徒保罗讲，伊是上帝的当朝磨的，就是甲上帝做伙咧工作的人，是做上帝工作的人。接续来讲啊，恁是上帝所做的，意思就是信徒就是上帝的产物，是上帝所经营、所咧建造的产物。今仔日咱就共同来思想，信徒是上帝所做的园。这句话到底是在讲什么？面对这个特别的身份，咱应该在安怎样来生活？头一个就是接受政治。经营产园的人应该就是这农夫。农夫伊安怎咧经营伊的产园咧？农夫哦，伊大先就是爱先将伊的产园，甲伊掘落松，迄个土爱甲掘落松，过来就是野种子。伫这个产园内面，农夫伊若是五万讲要收成麦啊，伊所野落去的就是麦的种子。伊若是五万讲要
修行挂彩，伊就会也迄个挂彩种子。田园就是接受种子，互所压落去的种子当进入伫田园的土壤的内面，通伫田园底下来成长、来补芽、结果子。咱对耶稣所说的譬如，看见一个案例，就是讲有一个人出去夜种。我想这个譬如咱拢真熟。伊出去夜种的时阵，耶稣讲，迄个人也出去，种子落伫4种无相像的所在。第一种就是伫路边，因为路边的迄个土定曲曲。所以并无接受种子，像是空中的飞鸟嘛来将迄个所野的种子给食去，所以落伫路边的种子就落空去啊。第二就是浅土的地，因为迄个土真浅，所以种子真紧，伫遐就来补芽。总是浅土的下面是乱石。无法度会定根，佮无有水分的供给，所以伊真紧就死去啊。第三种是刺皮，种子落伫迄内面，虽然讲有迄土壤会当互伊伫遐来补芽来成长起来，毋过互外围的这刺皮甲伊刻来刻去，下刻去，所以伊嘛是无法度长大，所以嘛就袂当结果子。第四种就是好的土地。也就是农夫有下过功夫的土地，毋但甲伊用互伊松、互伊软，而且佫有真充足水分，种子也伫迄个所在，就去互即个土地甲伊接受，种子就补芽，就长大，后来就结出果子，有30倍，有60倍，嘛有100倍。伫咱拄则所读经文中间，使徒保罗讲：我栽种，阿波罗压水。使徒保罗将福音的种子带到伫哥林多的城市，也落福音的种子伫哥林多的城市内面，因为伊去到哥林多的这个城，因来传扬福音。使徒保罗讲，哥林多教会就是上帝所做的田园。使徒保罗甲阿波罗拢是上帝的工人，受上帝差遣来到哥林多这个所在。伊是负责业种的。阿波罗负责压水，徛去伫哥林多的这个信徒，或者这个百姓所构成迄个教会，就是上帝所做的。通过每主日礼拜，通过每摆的这个聚会，无论是读圣经，无论是创什么，这拢伫这个上帝园内底伫遐咧做。所构成的这个教会，保罗讲，这就是上帝所做的。因就爱接受保罗伫遐所压落去的种子。今仔日，咱这间教会，咱这间西湖教会，嘛是同款，是上帝所做的。所以，通过咱逐礼拜的主日礼拜，通过逐摆聚会，无论是读经班啦、周间家庭礼拜啦，还是讲礼拜一摆这个团契聚会啦，牧师就将伊对上帝所领受的信息来宣讲，拄像种子压落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，就是咧望这种子。互咱众兄弟姊妹会用过咱的信心、谦卑的来接受，通互上帝的信息进入到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，拄像种子进入伫这土地内面。但咱的心是属伫倒一种的土地？咱若是迄种安尼硬扁扁、硬曲曲的路面，咱就无可能得到上帝的话。咱若是迄个浅土的迄个地咧，咱嘛是共款，无可能领受上帝的话。咱若是刺皮的地，咱更加是无可能活出上帝的话。
拄拄咱若是好的土地，咱就可能发挥上帝的话，活出上帝的话。咱就当做一个反省检讨。我逐摆来参加聚会，我的心态，我是有好好准备心来参加，嘛存着谦卑的心，要来听上帝的教示。我是排除一切的杂事，掠上帝最要紧，掠仰望条件上帝的心情，来到伫即个聚会的所在。啊是讲今仔日我无有其他的活动，我无有其他安排什么款代志，所以我今日无代志，我就来教会，来听一面讲道，尽一个信徒的义务，往上帝交差啦。上帝，我有来礼拜后。咱的教会，即句上帝参若是要回进展，要爱丰收，咱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必须都爱欢喜接受上帝的种子，欢喜来领受上帝教示，而且是安那有准备心要来。咱的华语讲做有备而来，所谓有备而来真简单。嘛，上界具体的表现就是啥？礼拜日咱来做礼拜，一定爱来做礼拜。你着提早来教会，安静坐伫座位来祈祷。摕手无起来看，今日要读倒位圣经，先甲读一下。伫遐思想迄个经文，谦卑听候，拄像讲咱要去坐火车，是讲咱要出国旅游去坐飞机，咱拢是提早去到伫火车站，提早去到伫飞机场，伫遐有一寡动作爱做，伫迄个所在咧听候，有备办心下礼拜才有可能接受上帝的种子，领受上帝的信息。第二，接受工作。使徒保罗讲我栽种阿波罗压水，其实咱多少拢有这方面的栽培。一句方要会当互种子不易生长，甚至长大，而且会结果子，是必须都要费一番的功夫。农夫必须都要先甲犁田。互迄个田园的土会当生软，毋是讲拢电酷酷咧。因为咱知影讲电酷酷的迄个土是无法度互种子生长。农夫经过犁田了后，要着搁用水来甲伊灌压，互显过的土会当先吸收适量的水分。这个水分是种子所需要的。那呢，农夫嘛必须都要落去田。去扫草，将草内底，从这田园内底这杂草啦、大大细细的这石头啦，拢甲捡出来，甲除掉。因为这拢会妨害种子伫田园内面的成长。伫农作物还是果子树咧生长的期间，农夫佫继续咧耕作，就是爱养肥，爱将农作物所需要的肥料，甲伊下落去，迄种肥料，无论是化学肥料也好，有机肥料也好，农夫就是爱将这肥料，就是田的种子所需要的，甲伊落伫咧田的内面。另外咧，佮为着防治这个病虫害，农夫嘛会照时伫遐喷这个农药，来维持农作物的健康。有了这个耕作功夫，种子才有可能对土地底下来发芽出来，生长出来，到开花，到结果子。使徒保罗讲到，关于教会的信徒就是上帝所做的田园。今仔日
咱的教会嘛是上帝的产物，咱每一个信徒兄弟姊妹，也就是上帝的产物。上帝嘛为着伊所压伫咱身上的，就是压伫咱心内的迄个种子，为着要互因会当长大到结实通修成，伊伫咱的身上嘛会做耕作的工作。伊会累残，因为咱的心中的土地若是太硬、足定的，必须都爱大声将这个土地甲伊挖松。哇，这是真大的痛苦，确实有利益的。土地若毋肯受甲伊安尼割松，甲伊灌溉，就袂当野种。咱若是毋肯接受上帝甲咱破碎，上帝话就无法度进入伫咱的心。咱心中有一寡杂念啦、毋信啦，拄像迄个杂草啦、石头啦，这拢必须都爱先甲伊除掉，对咱的心内除去。咱的心必须都爱清气，敬拜上帝的心必须都爱专一。耶稣捌讲，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。耶稣嘛捌讲，无人为服侍两个主人，伊会怨即个，疼迄个，或者是安那会对重即个看轻迄个，你袂服侍上帝，怎服侍钱财？耶稣意思是讲，咱无可能服侍上帝，相时嘛服侍金钱。拄像一个萝卜，无可能相时服侍两个主人。上帝十条诫嘛是在要求咱，除了耶和华以外，毋通有别个上帝，毋通用任何物件来取代上帝。因为若有某一项物件会妨害到咱的信仰，咱无将伊甲除去，咱就无可能活出上帝的价值。为着要互咱所领受的价值，通真正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活出来，上帝会伫咱的身上继续建造，也是做修正的动作。有时阵，检查咱会拄着意外的事，不如意的事，或者是挫折失败，还是互人甲咱攻击、陷害、误会，等等。一你想袂到的代志，这个拢要帮助咱。虽然互咱真艰苦，确实对咱有利益。拄像使徒保罗所讲的，各咱在万行事三角内，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，就是照伊定条的旨意来受掉的。咱捌经历过上帝伫咱的身上的建造过。迄真正是真痛苦的经验。使徒保罗讲吼，伫伊心中有一支刺，伊是互伊非常的痛苦，至少到伊捌3摆求主将迄个刺甲摕掉。有无？无。主却对伊讲：有我的恩，你就够呀。主并无摕掉迄支刺，却因为有迄支刺。就互使徒保罗成做耶稣所重用的工人，通过伊的宣教，建立真济间教会，也引带真济人来相信耶稣。有暗色之后，这种称呼的一个叫做蔡苏冠女士，因为伊患着迄个目睭的一种病，互伊两看见光。不得不咧，就只带伫一间无光线，甚至爱用卡电扎起来，迄种的房间的所在。这应该对伊来讲是一种极其痛苦的代志。毋过，有真侪人要去甲安慰，煞互伊安慰倒转去，煞伫遐听见伊的见证来听见福音，就悔改来相信耶稣。咱肯接受建造无？
咱肯互上帝话来甲咱改变无？咱肯为着遵守上帝教示，甘心乐意放下咱所喜爱的事物无？咱若是肯，咱才有可能，亲像使徒保罗所讲，我要顾得我，毋是伊原我，是基督点伫我得我。咱才有可能活出基督耶稣的款式，咱也才有可能结出果子，互上帝收成。第三，出产农作物，咱可能拢捌听过台湾的俗语，即句俗语安尼讲吼：做着歹田望后冬，娶着歹某一世人。农夫真努力咧耕作，伊的产能就是咧期待伊的产能所种这农作物会当有真好的收成。啊，说出讲今年的收成若伤少，或者根本就是欠收，往往吼对毋茫伫明年更加努力，会当通得到丰收。对伫农夫也是讲农家来讲，产能就是因的财产，而且是会当互因有通增加收入的财产，所以产能必须都要出产农作物。伫路加福音第13章60到90有记载耶稣所讲的一个譬如，伊讲到吼，有一个人，伊种一丛无花果树伫伊的葡萄园的内面咯。啊，这个人连连3年来到伫葡萄园的所在，伫遐咧观看即丛伊所种的无花果树。啊，伫迄个树的顶面咧找果子，伊找3年，因为拢找无着果子，也就是讲，即丛无花果树并无结任何果子。意思到即个人就对伊的园丁讲：你看，我连3年来对即丛无花果树找果子，找无，都该吵起来。请赐予伊定所在。园丁对主人讲：主啊，今年阁用稳，今年请阁用稳伊，听到我四围甲骨松应肥，后来若结果子就好，若无，你才甲伊吵起来。这园丁要求讲，通过土地的耕作，也就是这句葡萄园，伫努力的工作下面，通这丛无花果树当结出果子，通互主人有所收成。另外，伫路加福音第12章12到11节，耶稣佫说一个譬如，耶稣讲吼，有一个妇人，讲伊的产能真好收。所以好收就丰收啦，收成真济的农作物，伊收成真济什么农作物咧？收成真就是种伫田内面的这农作物，刚才是麦啊啦，还是讲番麦啦，还是一寡菜荽，还是讲一寡水果，亲像葡萄，还是无花果等等。因为产能收成真好，就为着这个人。带来了更较济的财富。你主到吼，伊看讲啊，我这仓库伤细间，我就要拆掉来起一间更较大间的仓库，通来囤伊的这农产品。有了这么济的农作物的收成，你主到吼，这个好人，这个妇人心内非常的欢喜，欢喜到什么程度？伊对伊的灵魂挂保证，对待了后，毋免烦恼食，毋免烦恼穿，逐项拢真顺遂，丰丰富富。咱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譬如，就讲起产能出产农作物，或者是讲生产农作物的迄个重要性。无论什么人，伊耕作产能就是毋茫伊的产能会当生产。农作物出产伊所种，
使徒保罗讲吼，咱是上帝所做的园啦。毋但教会是上帝的产园，咱每一个人嘛，拢是上帝的产园。上帝通过伊的工人，伫即个所在也正耕作。上帝嘛，毋望咱会出农作物，咱即个土地，咱即句产园，上帝所也落的种子，上帝嘛用种种方法来咧，甲咱耕作，已经遮尔济年。咱伫教会出入已经几年啊？咱信耶稣已经几年啊？咱有出产什么农作物，通献伫上帝的面前嘛？咱必须都爱出产农作物，毋通互上帝安尼白费心血，毋通互上帝伫咱的身上找袂到任何的果子。咱应该是爱成做一区真好收的一个产园，来出产真济真济这农作物，互上帝心大大欢喜。出产农作物是啥意思呢？头前，后来咱做来念无？第一就是人来传福音，引带人来相信耶稣，互人通得到上帝的真理。后来第二就是请出钱、出力、出时间、出材料来参与教会的事务。后来第三就是咱的日常生活，咱的言行举止有大的转变，遵守圣经教示来生活，行入上帝的旨意，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。弟兄姊妹，上帝为互咱知影，咱就是上帝所做的。好来，咱做念这句。咱就是上帝所做的。上帝用这个时间咧赢种子，要用真济时间来咧耕作。咱有啥物果子通互上帝收成无？咱有啥物农作物通互上帝心欢喜嘛？我要勉励咱大家，趁着咱要活伫即世上的时阵，时常准备心领受上帝的种子，就是领受上帝的教示，也互伊不业结实，就是努力遵守主的教示，有真济的果子通收成，互上帝心欢喜。请咱同心来祈祷，主我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当阮也毋捌你，当阮要做罪人的时阵，你为着疼阮，要救阮脱出罪恶，你就差遣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临到世间，来宣扬你的福音。佮为着阮的罪受钉死伫十架顶，互今仔信你人袂沉沦，袂得着永活。这个遮尔大的疼，阮感谢你，阮已经有领受。从今早起。阮只所领受你的信息，阮知影，像保罗所讲，阮就是上帝你所做的。上帝你伫遮也种子，伫遮耕作，伫遮要收成，总是阮检讨了后，阮无啥物通互你收成，无啥物通互你欢喜，所以求你赦免。也通过今仔日阮所听的信息，搁一遍来激励阮，互阮知影你留阮伫即世间，要活伫，要咧传去，就是要延长主你的性命，就是要为主你来做美好的见证。主啊，帮助阮，也激励阮，互阮对待以后认真努力，活出你的教示，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。通你的名得到荣耀，通济济人领受你的话，通济济人反悔认罪，归向伫你，求主帮助阮。安尼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今仔日我来到咱中间是为着要来提醒、唤醒咱这兄弟姊妹来关心文字事工的这个工作。公报社有做一寡迄个简报，互咱来看，较知影。因为我要讲袂详细，等一下看了我再补充几项安得好，谢谢。文字是一种传达信息真重要的一个工具。文字所咧传的信息有正面的，嘛负面的。今仔有真侪负面的，而且是伫咧咱的耳孔边安尼讲来讲去真侪，安尼对咱实在是无帮助。总是咱今仔伫遮要来讲正面的，正面的，就是通过圣经，通过咱的公报社所做种种下遮的刊物，要来传达上帝正面的信息。我毋知咱是毋是有咧看更新周刊啦？我其实我拢咧看，我足要鼓励咱，有两项。头前就是，咱看这，咱本身会当
对迄个故事来受感动，诚做上帝咧甲咱叫醒。另外一项是啊，咱来安尼选择一个咱要甲传福音的人，咱将这个更新周刊替咱传福音互伊摕去看。像今仔日我下早起来的时阵，我就摕这个看，哇！这有3个故事，你转去换换读，真正是足互人受感动。啊，这吼，特别是对迄个无信人，因为卖有一个迄个初信人，因咧写因的故事，会对无信到有信仰。这种故事吼，咱若无经验，你讲袂出来。总是因讲出来，足切实际啦。啊，所以这嘛会当替你传福音的时阵来替互迄个人，互伊遐去读。所以我要鼓励咱吼，这物件吼，莫看我甲单调，找你所要传福音的对象来帮助伊。啊，伫咱的这个周报内底有入这个方面的，哦，咱袂当做的工作，公报社咧替咱做，啊，咱甲支持，所以照你所看的报告，是那个所受的感动来奉献，无嫌多无嫌少，拢会当得到上帝的赐福，愿咱拢来三级支持，或者个文字时间继续落去，我就用安尼来唤起咱关心，多谢。咱真感谢唐牧师今仔日带来真好的信息，互咱得到真大的帮助。咱即时要来应答上帝的话，咱要三甲来念圣诗622首，圣诗622首。至大上帝愿意带我滚过金色旷野地，我真软弱，你大权能，用手牵我无犯罪。天的美娘，天的美娘，求你日日养持我，求你日日养持我。圣诗622首，咱起立三甲来念。国美执事甲济南执事来举例。
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来展开咱的报告事项第一，今仔日是文理传道书主日，咱真感谢陈中公牧师咱遮请安报告，请兄弟关心代祷奉献。第二，后礼拜7月31日的讲道是徐亚如传道，题目是军队基督躲过试探。经文是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0章第10到13节。第三，本会有5大神提出新学生的实习申请，现况是学生真少，要申请的教会真多，所以无一定会当申请到。第四，中会有转达国税局来公文要油查109年6月初19甲109年7月初5的收入传票。咱真感谢创美执事，伊有整理出所需要的文件，有来回答调查。第五，咱礼拜堂的壁有几位的油漆剥落，顶礼拜有时间的过程，有来刮除补涂油漆，咱真感谢民意长老的付出。聚会活动，咱看主日礼拜是10点，圣国队练习是早起8点45，查经基督会是暗时7点半。读经的经节，咱即礼拜要查考是箴言第23章，顶礼拜的奉献甲出席，咱一来看，毋对，咱过节来见证。咱圣港的事奉，即礼拜交代是宴请祭甲赎婚祭，插花是创美执事，清扫是素因祭。后礼拜讲道是徐亚如，书会是江长老，书琴是刘老师，领袖是余信雄，书献是创美执事、民兵执事，交代是邦西兄甲春英祭，插花是张老师。清扫是宴请祭。咱来看咱即礼拜金句，哥林多前书3章第9节，咱三个来读。因为咱是上帝的当着我的，恁是上帝所做的园，上帝所起的厝。因为咱是上帝的当着我的，恁是上帝所做的园。上帝所起的厝，因为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，你们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哥林多前书3章9节。伫咱迄互相请人之个，咱现场敢是有2位新来的？有来过，咱也捌看过。咱是毋是搁一摆介绍，互咱来甲你拍鼓欢迎？有来过？有看过吗？登记者。对呀，我也没有看过啊。哦。来，陶月梅，好来，边仔这位是？哦，陶月。这我会啦，真欢迎吼，伊是屏东中会南边教会。哦，今仔日对仔来啊？毋是今仔日对仔来吼。哦，已经说咧，咱真欢喜吼。现在是来遮佚佗，来啊吼，安尼欢迎下礼拜过来吼。咱真欢迎，咱用拍鼓来欢迎来。今早起牧师所讲的题目，我感觉吼真好吼，印伫咱后壁面这边吼，我感觉牧师所讲的吼，重点都在这个地方。我会来收录在我的手机吼，时常来当来看，安尼，这写足好。咱嘛伫周边咱嘛有看到，民意长老来甲咱参吼，咱本地遮
啊，搁伫迄个广场后壁遐吼，遐拢会布吼，拢厝旧啊吼，伫风头壁，拢会剥落啦。啊，咱真感谢张老伊的辛苦，伊已经退休啊，对毋对？而且是享受退休的生活，而且就是咧敬足上帝的餐。啊，免伊张老拄啊退休的时阵，雄雄礼拜的时阵，虽然我讲过，但是我做爱讲这，毋知啊，这正是讲啊，我甲志杰坐伫边啊，我就看一个人入来，哎呦，啊，就伊兄弟呐，遮自然人，一个行到遐从坐条咧，啊，志杰到两个咧相看，啊，这啥物人？这啥物人安尼？哦，原来就是名义长落安尼。啊，佫有一摆，有一位呢甲我讲，你拄了迄啥物人？咱直接去伫遐咧算咱的钱啦。我讲，咱直接即个人是啥物人？咱直接走遐咧，啊，那无人去来管，咱即伫遐咧算啊，算到一张一张算安尼。啊，我讲是咱，就是咱名义长落啦。啊，咱也感谢主，互伊安尼，世人为着伊的公司安尼付出吼，也会当好好啊享受退休的生活啦吼。啊，真欢喜。啊，一只咱搁补充一项，啊，这咱有一个口罩吼，啊，这是工长老即礼拜去总会参加开会，啊，总会要分互咱国教会每一位兄弟吼，啊，咱较等下若摕无着的，咱迄个招牌遐印签册遐来摕吼，才会当，啊，才内底有咱的 logo， 咱长老会的迄个图腾吼。阮也不会。好，咱真欢喜安尼，啊好，咱即时咱用这个吼，一样拱手来互相请安，平安。平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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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平安平安。好了，咱三个来吟圣诗387首。圣诗387首，延光归圣父上帝，延光圣子圣神三位一体，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，无穷无尽，阿门。咱起立，三个来吟。恁去铺天的头路音，互万百姓，先来受洗的要得着救。愿救赎咱正罪人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就是圣子上帝，以丰丰富的恩典甲慈悲，创造的万物，以及咱正人类的主宰，就是圣父上帝，伊无限量疼痛甲怜悯，以及有量伫咱内心日日引带时时安慰的圣神上帝，伊会感动扶持甲支持。常常甲恁相到伫地，到代代无尽，阿门。